又叫我了。你要吃鸡肉干吗？吃鸡肉干好不好？不可以等一下吗？等1分钟。等一下好不好，阿飞？你在忙？等1分钟，好不好？你们在唱双簧吗？三重奏。啊！阿贝，你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哎，已经打烊了嘞。太急了啦！你自己要按一下就好。